喺體育呢個江湖入面，乒乓球賽事向來都係煙消彌漫、精彩紛呈嘅戰場。每一場比賽就好似一部扣人心弦嘅懸疑劇，而球員同教練之間嘅組合同變動，就更加為呢部劇增添咗無數跌宕起伏嘅情節。最近WTA 重慶冠軍賽嘅賽場上，一個看似唔起眼嘅細節，就好似一顆跌入平靜湖面嘅巨石，瞬間激起千層浪，令到球迷嘅心都跟住揪咗起嚟。當熟悉嘅場邊畫面唔再，邱怡可指導冇好似以往咁如影隨形咁立喺孫穎莎身旁，為佢出謀劃策、打氣加油。呢一變化就好似一顆火種，瞬間點燃咗球迷心中嘅好奇之火。一場關於孫穎莎師徒關係是否生變嘅熱烈討論風暴就咁掀起，球迷紛紛估測，唔通呢對配合默契、並肩作戰嘅師徒，真係要面臨分道揚鑣嘅命運咩？呢背後究竟隱藏住點樣嘅秘密同考量呢？要探尋呢場風波嘅源頭，我哋要將時光嘅指針撥返去更早以前。喺乒乓球嘅漫漫征途上，孫穎莎同陳夢都曾經有過一段喺黃海成教練悉心教導下嘅美好時光。嗰陣時嘅佢哋就好似兩棵喺同一片沃土中扎根並肩生長嘅幼苗，一齊沐浴住陽光雨露，吸取住成長嘅養分。黃海成教練就好似一位經驗豐富嘅園丁，用佢嘅專業同耐性，精心呵護住呢兩棵幼苗。喺佢嘅指導下，孫穎莎同陳夢嘅技術日益精湛，球風都逐漸成型。然而喺教練重新選擇嘅關鍵節點上，命運嘅齒輪開始轉動，佢哋走上咗唔同嘅路。陳夢好似一隻渴望飛向更廣闊藍天嘅飛鳥，毅然離開咗黃海成教練，轉身投入咗馬林教練門下。呢一決定喺當時引起咗唔少轟動，有人為陳夢嘅勇敢選擇點讚，亦有人為佢同黃海成教練嘅分別感到惋惜。但無論點樣，陳夢踏上咗新嘅征程，而孫穎莎就好似一位堅守陣地嘅忠誠衛士，始終陪伴喺黃海成教練身邊，唔離唔棄。佢就好似一塊堅硬嘅磐石，喺黃海成教練嘅教導下，不斷打磨自己嘅技術，提升自己嘅實力，直至黃海成教練退出國乒，孫穎莎先至唔得唔面對一段漂泊嘅時期。喺呢段時期入面，孫穎莎仲同陳教練有過短暫嘅攜手合作。陳教練就好似一位臨時嘅引路人，帶住孫穎莎喺乒乓球嘅道路上繼續探索。但呢段合作終究只係短暫嘅插曲。最終，國乒為孫穎莎確定咗同邱怡可教練嘅搭檔。邱怡可教練同孫穎莎嘅組合，從一開始就備受關注。佢哋就好似兩塊契合嘅拼圖，喺賽場上攜手奮進，逐漸磨合出咗高度嘅默契。邱怡可教練了解孫穎莎嘅每一個技術特點，知佢嘅優勢同唔足。孫穎莎都信任邱怡可教練嘅每一個戰術安排，喺賽場上全力以赴。佢哋一齊經歷咗無數嘅比賽，有勝利嘅喜悅，都有失敗嘅痛苦。但每一次經歷都令佢哋嘅師徒情誼更加深厚。自從陳夢從黃海成組轉投馬林組之後，佢嘅職業生涯就好似開咗掛咁，實現咗驚人嘅蛻變。喺馬林教練嘅悉心指導下，陳夢就好似一隻退繭而出、翩翩起舞嘅蝴蝶，喺賽場上綻放出耀眼嘅光芒。馬林教練作為國乒嘅公分教練，有住豐富嘅執教經驗同獨特嘅戰術理念。佢針對陳夢嘅特點，制定咗一套行之有效嘅訓練計劃。喺技術上，佢幫助陳夢不斷完善自己嘅進攻同防守體系，令佢嘅球風更加全面、更加犀利。喺心理上，佢俾到陳夢鼓勵同支持，令佢喺賽場上更加自信、更加從容。喺賽場上，陳夢大殺四方，
成功奪得世界盃冠軍，仲2次高舉起奧運會女單冠軍獎盃。呢啲輝煌嘅成就令到眾人對佢刮目相看。佢用自己嘅實力同成績證明咗自己轉投馬林教練係一個正確嘅選擇。陳夢嘅蛻變都令到唔少人開始浮想聯翩。如果孫穎莎都轉投馬林門下，唔通都能好似陳夢咁，迎來事業上嘅全新突破咩？呢個問題就好似一顆種子喺球迷嘅心中生根發芽。跟住，WTA 重慶冠軍賽上，優兒可冇出現喺孫穎莎場邊嗰一刻，呢顆種子迅速生長，引發咗大家無窮嘅估測。喺WTA 重慶冠軍賽嘅賽場上，優兒可指導嘅缺席，無疑成為咗呢場風波嘅核心焦點。球迷嘅好奇心瞬間被無限放大，大家紛紛估測，孫穎莎唔通真係打算放棄優兒可指導，追隨陳夢嘅腳步，投入馬林教練嘅陣營咩？然而，事實真係好似球迷所估測咁咩？其實，優兒可指導雖然冇立喺孫穎莎嘅場邊，但佢對弟子嘅關心從來都冇絲毫減少。每一場比賽，優兒可指導都會精心挑選一個位置，靜靜咁坐喺孫穎莎一回頭就能睇到嘅地方，就好似一顆默默守護喺夜空嘅啟明星，時刻關注住佢嘅一舉一動。有一次比賽前，馬林教練仲特意伸手向優兒可指導示意，邀請佢過去傾咗一陣偈。從呢個小小嘅細節中，我哋就能深切感受到，即便唔能夠時刻陪伴喺孫穎莎身邊，優兒可指導對佢嘅嗰份關心，依舊好似春日裏溫暖嘅陽光，源源不斷咁灑喺佢身上。咁，優兒可指導點解會缺席呢次場邊指導呢？或者呢背後有住我哋唔知嘅原因，可能係賽事安排嘅特殊要求，可能係教練組嘅一次戰術調整。但無論點樣，呢都唔能夠說明孫穎莎同優兒可嘅師徒關係出現咗裂痕。喺成功奪得WTA冠軍賽女單冠軍之後，孫穎莎喺社交媒體上毫唔吝嗇咁表達咗對教練哋嘅感激之情。佢嘅文字就好似一股暖流，流淌喺每一個關注佢嘅人心入面。而喺佢精心挑選晒出嚟嘅相片入面，有一張格外引人注目，就係佢同優兒可指導以及體能師王翔嘅合影。呢張相片就好似一封傳遞住深厚情誼嘅信件，向所有人無聲咁宣告，佢同優兒可指導嘅師徒關係堅如磐石，並未因呢次賽場邊嘅變動而產生絲毫動搖。相片入面嘅孫穎莎笑容燦爛，緊緊依偎喺優兒可指導身邊，嗰份親密同信任溢於言表。更有意思嘅係，或者係預先估到喺重慶冠軍賽上，作為女隊主教練嘅馬林會親自擔任場邊指導。喺賽前發會上，當話題聊到重慶火鍋時，孫穎莎俏皮咁話，無論比賽最終嘅勝負點樣，優兒可指導一定會帶佢去品嘗美味嘅火鍋。從呢個看似唔經意嘅表態中，我哋似乎已經揾到咗答案。孫穎莎唔會輕易效仿陳夢走過嘅路，佢對優兒可指導有住深厚嘅感情同信任，佢哋之間嘅師徒情誼唔係一朝一夕能夠改變嘅。喺乒乓球呢個世界入面，師徒組合嘅穩定性對於球員嘅發展有住至關重要嘅影響。一個合適嘅教練就好似球員職業生涯中嘅燈塔，能夠為球員指引方向，幫助佢哋克服困難，不斷提升自己嘅實力。優兒可教練同孫穎莎嘅組合已經經過咗時間嘅考驗，佢哋一齊經歷咗無數嘅比賽，彼此了解，相互信任。優兒可教練知點樣激發孫穎莎嘅潛力，令佢喺賽場上發揮出最佳水平。孫穎莎都尊重優兒可教練嘅每一個決定，願意為咗實現目標而努力奮鬥。如果孫穎莎輕易轉投其他教練，
佢可能需要一段時間去適應新嘅教練風格同訓練方法，而且新嘅教練能夠好似邱怡可教練咁了解佢、信任佢，都係一個未知數。喺競爭激烈嘅乒乓球賽場上，每一分每一秒都至關重要，任何一點唔確定因素都可能影響球員嘅發揮同成績。當然，我哋都唔能夠否認馬林教練嘅優秀，佢有住豐富嘅執教經驗同輝煌嘅執教成績，能夠培養出陳夢咁嘅世界冠軍。但係每個球員都有自己嘅特點同需求，適合人哋嘅唔一定適合自己。孫穎莎有自己獨特嘅球風同技術特點，邱怡可教練已經為佢量身定做咗一套適合佢嘅發展方案。咁孫穎莎同邱怡可教練繼續攜手合作，能夠取得更加輝煌嘅成績咩？倘若孫穎莎轉投馬林門下，又將會俾佢帶嚟啲咩變化呢？從目前嘅情況嚟睇，孫穎莎同邱怡可教練嘅組合已經取得咗唔俗嘅成績。佢哋喺賽場上配合默契，不斷突破自己，為國家贏得咗榮譽。如果繼續攜手行落去，相信佢哋一定能夠創造更多嘅輝煌。然而，體育界充滿咗變數同挑戰。如果孫穎莎轉投馬林門下，或者佢會接觸到唔同嘅訓練方法同戰術理念，你或者會俾佢帶嚟新嘅突破同成長，但同時都可能面臨住適應新環境、同新教練磨合等問題。球迷對於孫穎莎嘅未來走向都有住唔同嘅睇法。有人話孫穎莎應該堅守同邱怡可嘅師徒情誼，繼續沿住現有嘅道路前進。都有人話佢可以嘗試新嘅選擇，或者會有意想不到嘅收穫。喺體育嘅舞台上，冇絕對嘅對錯，只有不斷嘅探索同嘗試。孫穎莎嘅未來之路究竟會行向邊度？等我哋拭目以待。但無論佢做出點樣嘅決定，我哋都應該尊重佢嘅選擇，支持佢喺乒乓球嘅道路上繼續追逐夢想，為我哋帶嚟更多嘅驚喜同感動。畢竟喺呢個充滿激情同懸念嘅乒乓球世界入面，每一個球員嘅奮鬥故事都值得我哋去關注同喝彩。